带大家来看地方哦，这火车站拢有加油的问题，亲像台中火车站昨暗都有民众去互加油拼出去的饮料杯去捡着，还一规身躯哦是淡绿咯。有民众认为讲哦，台中市府应当着要想办法来安定这加油，减少环境和治安的问题。假日台中火车头的人阵比平常日加真济，和旧站之间佫有市集会当洗。但是另外一边，煞是有几来加油坐伫涂骹，形成对比。车到暗时大约10点，一位拄出站准备搬车坐公车的民众，向向天顶拿倒来饮料，淋甲规身躯淡糊糊。报警处理才知影是一位加油所做的。陈南表示有泼洒饮料，不慎偏见该民众，非刻意针对。后续该民众接受陈南道歉后，无需警方其他协助后自行离开。我会甲伊劝啊，我讲你闻着火车头公共场所，大家拢会困，啊你约束家己啊。其他的加油也认为黑白蛋饮料真危险，会倒反抗。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这个加油唔是台中人，也无列笑。最近才来到台中火车头，不过时常是啉酒醉的状态。社会局也提醒善良的民众，莫伫火车头发食物，避免产生后续的环境问题。这个民众是认为讲，台中市府应该更加积极处理台中火车头加油的问题。乱丢垃圾会影响到其他的人。对啊，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势必需要整顿一下。外地的可能就觉得，政府没在处理。另外，也是发生伫台铁的状况，一位男性车到暗时，疑似伫自强号规身躯拢咧喘，有其他乘客认为已经古怪，就报警。铁路警察伫倒落火车站，甲这位男性带回去了解。这名男子因感冒会有未能，致身体不自觉颤抖情形，因而确认。该名男子身体无异状，且不需就医。警方表示，经过了解，这个民众是身体无爽快，确认并无相关违法的代志，本来想要协助伊送病院，不过民众拒绝了后，就予伊家己离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